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喺聖經裏邊記載過一件咁嘅事，有一個一出世就盲眼嘅人，後來俾耶穌醫好咗佢。咁當時有啲法利賽人官府就叫呢一個呢盲眼而俾主耶穌醫好咗嘅人，叫佢問話：喂，你豈唔係一出世就盲眼嘅咩？點樣你隻眼現今得開呢？呢個盲人就話啦：係，我一出世就盲眼嘅，但係有個人叫做耶穌，佢醫好咗我隻眼，現在好返啦。咁嗰啲人就憎恨耶穌嘅，當時法利賽人，佢話：呢個人唔係喺神說出嚟，你應當將榮耀歸俾神先得。我知道呢個梗係罪人嚟，佢哋毀謗主耶穌。但係嗰個盲眼得醫好嘅人，佢話主耶穌係一個乜嘢人呢？我唔係認真十分清楚。佢係咪一個罪人呢？我都唔知道。但係呢，有樣嘢我知道嘅，就係話我從前係盲眼嘅，如今能睇見。呢班法利賽人就啞口無言。雖然呢個盲眼嘅現今得好，佢對耶穌嘅認識好膚淺，佢只係知道有個叫做耶穌，但係佢有咁嘅大能喺佢嘅身上做咗一件事，就係話一個生嚟就盲眼嘅人，現今因着耶穌嘅大能醫治，完全好返得睇見。呢一點呢係鐵一樣嘅事實。我相信唔淨止呢班法利賽人問，佢嘅父母亦睇見，還有好多認識佢喺街樹嘅人都認識佢。呢一個人豈唔係一出世就盲眼嘅咩？現今幾十歲咯，盲一眼幾十歲噶咯，點解得好返？我相信呢一個盲眼嘅一樣係咁講。有一個人叫做耶穌，佢醫好咗我隻眼，使我今日呢能夠睇見。你哋知道啦，我從前係盲眼嘅，但係如今能睇見。呢說俾我哋睇到一個好寶貝嘅事實。今日你會睇見好多真心相信主耶穌嘅人。當你問佢耶穌係乜誰啊？你講啲聖經嘅真理我聽，或者點樣，好可能嗰個信耶穌嘅人唔多會解釋清楚，唔多會呢將呢啲講得詳細俾你聽，但係呢，佢都會同樣有一個見證。耶穌係點？我認識好少，但係呢，我認識一件事：從前我係一個犯罪作惡嘅人，生活潦倒嘅人，脾氣兇惡暴戾嘅人。從前我做幾多個罪過嘅人，從前幾敗壞嘅人。因為信咗耶穌，耶穌進入我嘅心中，佢改變咗我嘅生命。你哋家睇下，我以前係咁嘅，現在係咁嘅，前後兩個人，呢個係事實，事實係最緊要嘅，事實能夠塞住好多人嘅口，事實使到人哋呢冇辦法爭辯。事實係一個好緊要嘅見證嚟。呢個盲眼嘅人見證一件事，就係見證耶穌能夠醫治嗰個生來係盲眼嘅人，使佢得好返，就表明話耶穌有極大嘅能力，人所不能做嘅佢做到。你睇下呢個人，當你一睇到佢，你就認識呢位耶穌係好有能力嘅。我哋今日做跟隨主嘅人，基督徒信徒，我哋話每一個人，每一個冇一個例外，
除非佢唔係真真實實有耶穌。如果一個真真實實接納咗耶穌在佢嘅心中做佢嘅救主嘅人，你會發現一件好特別嘅事，就係話你會發現佢前後兩個人喺佢生命有一個極大極大嘅改變，完全不同。佢可以話俾你聽，以前我係咁嘅，但係現在唔係啦。耶穌改變我，你會發現好多好多咁嘅見證。譬如話，有人以前未信耶穌，以前係偷嘢嘅，現在呢唔再偷。以前呢未信耶穌，以前好歡喜講大話嘅，現在做一個誠實嘅人。以前歡喜賭啊，歡喜飲，歡喜呢各樣嘅嘢，但係現今完全戒絕。有人以前好放蕩、好墮落，做好污穢嘅事，但係當佢一接納耶穌做救主嘅時候，你發現佢完全離開晒呢啲，成為一個新造嘅人。真嘅，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所有有咗耶穌嘅人，必定係一個新嘅人，思想改變，言語改變，行為改變，舉動改變，生活改變，甚至話連打扮、態度、表情都改變。耶穌唔係一啲精神嘅寄託、虛妄抽象嘅嘢。信耶穌唔係咁嘅，信耶穌係一個事實，係清清楚楚嘅事實。當我哋接納佢嘅時候，喺我身上就顯出奇妙嘅改變，就顯出佢嘅大能。我常常歡喜用呢個比喻，當呢粒特效藥食咗落我哋嘅肚嘅時候，雖然我哋好唔明白點解呢粒咁少嘅特效藥能夠醫好晒我個病，我又唔知道佢嘅化學分子式，我又唔知道佢喺胃裏邊咧有咩生理嘅改變、進步等等，我完全唔知。但係我知道一件事，就係話當我食呢粒特效藥落去嘅時候，我就好返。我哋信耶穌，有時我哋都唔明白得幾多，但係我哋一定每一個人一定知道一件事，就係耶穌改變佢嘅生命。呢一個咁樣嘅改變，就係在人面前一個最好最好嘅見證。最好嘅見證唔係言語，最好嘅見證係生命嘅改變。所以如果有一個叫做基督徒嘅，喺佢生命完全冇改變過嘅，以前咁，現今亦一樣咁，我就真係唔敢相信啦。呢個人係一定咧信咗耶穌，我唔敢相信。恐怕就係佢嘅頭腦一啲知識或者外表一啲嘅儀式而已啫，而冇真正得着一個新嘅生命。當我哋得着神嘅生命嘅時候，藉着信靠神嘅兒子耶穌而得嘅，因為耶穌呢係神嘅生命，係神自己，佢有神嘅生命，佢亦能夠將神嘅生命賜俾過所有信靠主耶穌嘅人，蒙佢嘅寶血所洗淨嘅。一切信靠主耶穌嘅人，罪就得赦，神就俾佢永生，永生就係神嘅生命。我哋原本冇嘅，但係今日藉着信靠主耶穌，神就將永生賜俾過我哋。咁我哋有咗神嘅生命，我哋焉能話冇改變嘅呢？唔可能。譬如話我有咗一隻狗嘅生命，我就立刻改變好似狗一樣。我今日有咗神嘅生命咧，我就應該咧改變好似神咁，有神嘅性情愛好，有神嘅咧各樣嘅表現，而且咧喺我哋嘅生活當中表彰有神，生命完全改變過嚟，唔到我唔改變噶噃，呢件好自然嘅事，因為生命嘅能力喺我哋裏邊改變，講嘅人親自經歷。
當我接納耶穌做我嘅救主嘅時候，主耶穌就進入我嘅心，係實在嘅事，唔係抽象。當佢進入我嘅心嘅時候，佢嘅生命亦進入我裏邊，我整個嘅生命完全改變，成為一個新造嘅人。今日你係咪被好多嘅惡嘅習慣、好多嘅嗜好、好多嘢纏繞你、好多嘅罪惡綁住你，唔甩得，以致到你痛苦萬分？請你嚟耶穌說，耶穌能夠俾你一個新嘅生命，使你能夠完全脫離罪。當佢將永生賜俾你嘅時候，你就有能力離開罪惡。只要你肯謙卑悔改，嚟接納耶穌做你個人嘅救主，呢個生命就進入你嘅裏邊。耶穌話叫一切信佢嘅人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你要做一個新造嘅人，你要令生命有意義、光明燦爛。你要能離開罪惡、壞嘅嗜好、各樣嘅纏繞、肉體等等。耶穌能，只要你嚟到親近佢，佢必定使你成為一個新造嘅人。因為在基督耶穌裏邊嘅就係新造嘅人。晴天救主腳步聲，前路救主必經。主背負萬民苦痛，醫治諸般疾病。賜俾救主來臨近，賜遍我平日，也有和聲音問你，你要轉與麼？你要轉與麼？你要轉與麼？被藏在捆綁這多年患疾病，看生命全為你留，聽救主呼召聲，快投進生命泉，必轉於康寧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